马上你就开。那，正在搞正题，只看多多，马上开个竞争奇迹。我的妈，我领他多。那骗子都看得到。你别笑。lần mua có bùa tàu mua tu lu lần mua có bùa tàu mua tu lu cụ chẳng chỉ tàu mua tu lu cụ chẳng chỉ tàu mua tu lu cụ chẳng chỉ tàu mua tu lu chẳng chỉ tàu mua tu cu lu牛呢？像电子样高档呢？牛呢？那真高那啦，都还真难啊！这只手呢？哦，这牛啊是可呢？你牛啊是你牛啊大了？嗯，高呢？我真难啊！咦，到呢？这只刚的豆蛋露手。到啊！只差个不了字个，还留了好久到考了字个。啊？那字哎，我们谁？我叫什么字？哎，我们你什么字上菜点路个？不，这怎么了字少了呢？人家字了没留了几身菜我拿嘞，没得留你嘛，没包子包。人家字了没留了几身菜我拿嘞，没得留你嘛，没包子包。哦，吃不了了呢，怎么长那么呢？你到了视频和免费转购来咋开货？喂，地老牛，喂，免费，姑娘好丢啊！姑娘这是哎，个呢？姑娘被装好久啊是啊？老得了消息好知道哎，我打个么子？装豆来咋开我们上赶到你迷信了哈？这个么啊？米飞，这卡了没啊？喂，问路自动吧。喂，挂打了嘛？还是要装卡？你的这挂？还是要装卡？你的这挂？你别笑。阿牛哥。你哥会跳舞啊？不会。那你哥会唱歌？不会。你哥会英语啊？这些我都不会。我教你喽。我爱你的话就是爱老母牛，就是非常好，很好，就是 very good。还有这个谢谢就是非常谢谢是 thank you very much。它的英文字母是A B C D E F G H I J K M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还是不会？那你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们老师都是教你什么？交学费。交学费。第二牛，大家都约一顿牛啊！哎，能约顿牛哎，我一直可有啦。哎呀，我才搞约了嘛！我才搞我给么约了都只开嘛！哎，我还一脚老些约得了的米约哎，我才搞我给么约哎，我就只开背了。我都不给的，就约了嘛。我大少的约，你猜了多少次一定口搞，搞成不真是求约的，
电话吃太高了。你别笑。我吃药啦，吃干药啊。都在那些好哎，都是顶波手，刚波流就是刚波流啊。有的那种药没，对呀，刚波手，我吃药了。有的那种药没，对呀，刚波手，我吃药了。你别笑。我这个那么重，我就是感觉是头发。我过生日，跟一年养东西到手指头上去过。我知道生日礼物糟糕，但是我得告诉啊，一直啥对门老猫都要给我卡扎，那个卡到一啥喽？我虽然知道卡到咋，但是我得告诉啊。我摸忙天的时候，我发信息找稿，我个叫我摸一眼，那都是脚，鬼都没事哎。我虽然知道叫我摸一眼，但是我得告诉啊。后来意思是还有个对子起个哎，我太无知那个呀。对，就是要个太无知了。这下困难到，甚至我蒙贼。蒙贼也蒙贼，你更求过我的。我虽然叫高之光，但是我得告状啊。我虽然叫高之光，但是我得告状啊。地老牛，毛奶我拿不住鸟嘴哎，我冇故意哎，我冇这个脑啊，我怎么？我冇得这种脑。哎呀，我们个懒脑嘛，我念不冇那的就老贼哎，就个拿不住鸟贼哎，我冇说这种脑哎，过来一直懵嘞，懵了冇地老牛，懵呢个多故意嘛，故意多滚铲铲，个一点干铲铲呢，个火锅冇个银脑冇哎，个就真菜啦。这我懵了，我冇给啊，我老贼啦！我嘛，我哪个在子鸟贼呢？都一毛手，被哪个在子鸟贼哎？这火锅冇搞一窝子呢？你打我咋？搞得活该当sensu哦！搞得活该当sensu哦！哼。是到，都是到，知道了个爱，都觉得得知道，知道了个爱在，也嘛是路是人我努么，也个故意都。老婆，各自玩路，各自收水啦。各仔，各大家伢仔，各自好见了嘛？各你好知道了嘛？各怎么离的那个好我蛮八搞噶，八搞我个好知道噶。哎呦，等惨喽！差点懵。各仔刚好哈。老婆，自个啊，怎么晒上啊？自个啊，怎么晒上啊？
这你别笑。快点上课，快点嘛！哎呀，一群猪啊，送人头呢！你都闹到菜啥啦？晒轮到菜啦，啥子？哦，那个饱啦，你滚到当班那个人了，这个一大截，生人做的短的讲，不过2分钟，这个2分钟如果没被踩到，都要三字没就都要乱到了。嘎子，我到菜晒，晒轮到菜啦，干哪稳得，滚电子讲到，吃啥多？有的地头都没，因为那把高飞机，绑子的板油，遇到些没，都些因为那人太讲不能，都你能没，都必须重要名字哦，我桃子到啦，快弄啊，哪头鸟，哪只头鸟，怎么过没哪头鸟，快点3种字哦，在，三子了，你都，真正做个好在我咋？啥了？我拿的，怎么我拿鸟在被炖了？我都要3种字，这里那做这么口呢？三子了，这里这么口当了，别都这么闹哦。三子晒了，这里这么口当了，别都这么闹哦。这你别笑。第2鸟跟我讲诶，跟你去吃啥呢？那我们刚刚诶，咕噜宝宝，过来诶，我落住这，我自己来炸，都只鸟嘞。你分个手指抄个梦的。第2鸟，大头分手了。你帮个这个照顾下噶，搞得这么大嘞，我正他个鸟的，跟老毛样子后过个第2三个印章哈，我的那个头做上来了，我只要没啥搞伢搞了，之类没我哪弄如个鸟呢，我没得脑子走呢，我没了。喂，有噶，我讲过箱子走呢，还是你分对我容大，不过这么早嘞，主动离开过，如果还分手。减轻过的负担，这叫用布那两顶差呀！这叫用布那两顶差呀！喂，退饭！那么个你在北路酒店总购消费1差在咋？1差在咋？北路酒店主要提供健身房、游泳池、网吧、KTV 这样子都没呢，所以你消费一般都要1差起步。没提供了，问题是我都知道问我了嘛？你专门被酒店有话都要提供嘞。搞知道问我要搞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消费都要1差在找。哦，要我嘞？我得我马上打着个啊。到了？我讲他还转开过100来咋？大姐，这个180，扬州我不得1毛9包来咋？没得酒店1差的，我可以100搞还有货了嘛？问题是那么我都知道不搞呢，我都提供了，搞知道不哎？讲那个事情是，这你别笑。几岁个肉呢？哦，米粉多啦，肉呢？我讲我几只肉仔呢？冇那搞几脚棒了哈？冇那你只肉仔了？我来呀，冇那我几只肉仔呢？我知道了，我要他个不，我都头工餐菜嘞。我哪只好送吧？哎呀，我觉得他个不嘛。这才，搞几只鸟仔我都知他个不。其实我觉得他个不嘛冇难，我几只鸟仔哈。我哪知道罗呢？那都只那些啦，搞弄搞凶多啦。你那没么个记得假发的，你当么个记得只抄的难？个记得只哈拉搞嘞。这你别笑。It's the
你家银行要我家办事呀？过一年子咋么车家后面那个银行没得瓜子肉？过一年饭都知道花，这真要打人了！太过了，真大内去！我有的东西挖到路。什么？北坡早就之路一路南路，下熊蛮错。日本防狼喷雾。喂，你家防狼喷雾呢？这要一瓶可以用1箱啊？哦，我那个摸1包瓶嘛，因为我做家族老师还个手，你到那个用着当哈。第1包瓶。你别笑。奥迪的香水，9块9包邮。啊，弄那个没，梦中了。1瓶喷菜香，摸1包瓶喷紫椒香，2包瓶喷1包香。刚好在我要防狼喷雾超多，我那做家族老师还个手，摸。用那么多啦？我那要下啥个要用咋了的？你早头多年都打这个，只想这个用啊嘎？喂喂。